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晡日福喜乐乐嘅节目。哇，今日啦，大家咧分享当有意思嘅内容哦。有乜嘅咧？有熱氣協會伊度咧，地度都當到老人家做咧做嘅法堂。唔過你啊，繞牆到過小嘅教宗，伊地度當到嘅小朋友度咧，記得用呢結下係乜嘅弄嘅內容，非常嘅有意思。大家咧分享，你今日來賓係來自體育熱氣協會嘅主行長小儀分享。大家好，我是義起協會的執行長小瑜，今日同歡喜來到聊天。哇，你個主行長非常嘅後生有冇？睇你咧繞牆嘅係到體育會嘅到全國小嘅教宗林維之教宗分享。大家好，我係道漢國小教宗林維之，今日同歡喜來到地方。耶，分享教宗哈，大家不說挺奇妙哈，一個這個義起協會，湯協就會比較像是老人家服務嘅協會嘅主行長來到呀，一個是國小的校長，這兩個組合，啊，有個主行有冇湊到兩片呢？非常嘅奇妙。唔過真正哈，開始之前同大家來講下，大家聽出到底，其實亞下台灣高齡化社會、高齡化社會。青島嘅老人家，你看我們現在2026年、2030、2040、2050，到了2060 ，especially UK 嘿，那個時候哇，真的我們就知道這整個社會的演進其實非常多嘅老人家，所以我想動長掉嘅事情係你第二件事情，所以你倆其實不論係政府然後提供然後你動努力動什麼在推動，我們要怎麼樣意識到這件事情？你很容易來照顧老人家。不過我想帶來照顧老人家，我覺得其實很好，慶改意義在係講我們要怎麼樣讓老人家覺得他的存在是仍然動又嘎起來哈。所以這是為什麼兩個來賓咪湊到兩片感眼鏡。不過一開始哈。正進入到正式嘅主題之前呢，讓大家來講好一下。聽說你有拍影片，對，樣片啊，去過後唔知乜嘅，又唔知乜嘅什麼哇，親 TPO 去參加影城的乜嘅影片，唔過不得了嘅地方係，一釋出過後100多萬的點擊，對，145萬，哦，哇，你觀看，欣賞你就會那個。短片的創作者的導演，對，就是我。這裡不用一下嗎？好啊，就一開始，其實一開始是想說，拍一下記錄長輩的那個客家的在地生活嘛。對，那拍的時候，那時候其實沒有想這麼多，想到這麼多，說會有觀看率這麼高這樣子。對，那在拍的過程中，其實長輩們也是蠻害羞的，有時候啊，你又在錄什麼啊？然後他們有時候也會用。比如用客家人嚟講法，啊，我就其實係客家冇按好，不過後就是過程中，他們就教我很多客家話的用語這些，然後所以我們的在拍的一些短影音裡面，很多都有用客家話的對話。對，那長輩們就是在整個拍攝的過程中，他們一開始很害羞，到後面他們的內心其實是很富足的，因為他們發現他們的短影音可以跟他的家人去做交流跟對話，對，因為親戚啊，比如說在台北或是高雄的親戚看到之後，就會打電話跟他們講，你看到你對，很有個條拜東叫哦，可能20幾年前的同事，對，打電話跟他們說，給在黑女嘛，還有，對對對，然後這讓我們覺得，哇，我們原來拍這件事情，就是拍短影音這件事情，可以讓他們重回跟家庭的交流這件事情，或是社會網絡的連接，對對對，是蠻重要的。還有你有知道嗎？因為有按有個結果，他們真的開心，對，而且他真情歡喜，沒錯，表面上很害羞啦，哎呀，拍攝，哎呦，我唔會，哎呦，而且青島老人家講，哎，我按這，有沒有？有，對，大家有到，哎呀，我啦，按這，要摸大班啦，一拍完說，哎呦，然後又很真歡喜，也就會讓人家很親定一下嘅地方。為什麼？你就知道他有被重視，有成就感，我覺得在他的審判底度要青島嘅樂趣，好，我覺得基本講也唔係，特別嚟講，我們的執行長係 YouTuber 也係乜嘅，唔係哎呦，意思就會講，你看一個細細嘅動作，你就帶了按到嘅效益，對不對？好，義起協會同大家嚟講一下，其實底度
艺嘛，艺术耆老，有冇艺术耆老？意思就會講，其實我哋要青島用藝術嘅方式，做啲同老人家做互動，唔係講老咧就會一整年抽啲一個碰椅，有冇？做整天，以前青島嘅老人家就咁樣，你通常要大嘴度，你就會講哎呀冇事情啊，就滾你抽對，那等個按的時間都是壓，好，這就是這樣哈。所以其實我們來講一下，所以其實原本是按有個記錄，所以一期協會都帶點做賣東西。那我們現在目前是在頭份有2個據點，那這2個據點我們是1到5都有開放，我們會用藝術陪伴長者，比如說我們帶入一些音樂律動，或是帶入一些手作的，像我們的植物籃啊，或是我們今天有來到這邊的那個輕鬆福道或是松果這些可以拿來作畫啊，然後就是帶長輩利用這些在地的植物去做一些藝術的創作。對，那每年的8月份我們也會去做一個透過這一些的創作作品去做一個展覽，這樣子。很棒哎！你想想看，我們人的一生有嘛個時節，都得有作品去做展覽，本大家看，錯嘛？對不對？哈，唔過講到大家就會知道，該告狀了都鴉片，黑馬該成分，錯嗎？其實是跟學校跟學校有緊密的連接，從某做啲小嘅遺骸嘛。當下都導翻咧社區吼，差唔多65歲以上嘅老人家，130地方都有20歲，然後就算當嘅超高齡咧，安尼社區啦吼，啊去年半夜來到導翻國小以後，都發現安尼狀況，嗰下有學校啊都冇安尼美術嘅老師啊，有日我都想講行到社區地方去，落去看到哇，然後執行長做到地步咩？講，喺幫我都自己講，其實嘅美術嘅專業老師啊，嗰下有一群吼，嘅當高齡嘅嗰種嘅志工吼，可以聽書，所以嗰時候我就想講，係咪有安尼機會啊？不安尼吼，嘅老師老人家可以來學教，來教安尼生意咧吼，來做一些吼美術相關的部分。一方面，本嘅老人家有種當有成就感；一方面，生意又可以看到講，哇哦，有按到吼，我覺得吼來教一道來不一樣嘅嗰種情景啊。所以我嗰時我就想講，從一點開始來去搞安尼，去做安尼事情。古時候你就主動邀約這個執行長，而且你在你也知道按用黑一隻親友意義嘅發通。因為你給老人家他們其實像剛剛主持人有講到，在家裡的時候，他們整天就是看手機、看電視。我們現在是說不是看電視，是被電視看，因為打開電視有冇？就睡冇，對，睡冇，關台就荒廢了，就會你。常常把這個拿成當笑話在講，對，那我們就會就是鼓勵他們說，那你來到我們社區，我們其實有很多多元的活動。那這一次剛好就是校長邀約我們說，可以到學校走走看看。那我們就想，哇，其實斗煥是承載長輩們很重的一個回憶，因為他們國小也在這個斗煥國小念，對，他現在60幾歲了，沒錯，所以這棵樹是看着他們長大。不能說長大，看着他們到老，對，沒錯，所以我們就說，那我們利用像這樣子的，他們看着他們到老的這一棵樹，他們有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去挖掘他們去拿來創作的部分，然後就發現，其實他們裡面全部都是寶，這樣子，比如說從松針啊、松果到其實松花都可以使用，對，然後再來是我們把這些進去跟小朋友去做一個結合，比如說帶長輩去跟他們做老幼共學，然後帶這個創作，比如說染布啊、植物染這些也可以帶進去，跟他們教他們怎麼綁、怎麼扎染，對，去成為一個長者為師，讓他們長輩更有價值。好，我簡單跟大家來做個總結，有冇？我最喜歡做總結的，提要做總結。沒錯，意思是係講，因為到社區嘅協會，其實我們為了照顧老人家、教老人家，唔好講教啦，就是說我們總是。我們要有我們的活動嘛，所以我們的老人家去到改變一些其實好些新嘅東西，比如講染布呀，好，咁啊，佢都要發現到，原來我做啲做呀，以前我也唔知我會，古時候也係會嘅，古時候人家做嘅有興趣，給你白天有這樣的活動，而且他有作品，而且他也變成一個老師了，從我變到欣賞。以前我的好心唔講他也會，現在我可以教誰？我去到斗煥國小，我的母校啊，去到改變，我還可以教我的學弟妹，可以唔可以講到？
很可爱，请还有很多等一下是他们的孙子孙女，对，我这里教爱个孙呢，也还爱个孙，还个学弟妹，然后跟现场有更多亲有意思。可是我要教什么呢？结果没有想到 Hito 跟贵校提了，发现里面太多宝物了。对，按东东东西做。对你里面贴都给宝物了，比如轮拱，我现在眼前这个松果哪里来的？就学校捡的啦，就是按有个意思。因为还松针，从么？更难讲以来，其实要松针一针给我讲，其实它就是垃圾。真的。黑猫，以前我念国小也是啊，那个打钟的时候要去什么劳动服务，就是要去捡黑猫。不过对，它可以做的有不同的利用，你可以变到按灯一下，给现场做的看到看像艺术品按我嘅东西哈。然后呢，其实我哋哈高中有讲到嘅學校地度還有一個北港廟，對，做冇錯冇，跟北港廟有係客家人嘅文化嘅信仰，有冇？哎呦，結下起來，其實好像哇，都快要變成一個走讀的旅程課程，有冇？我意思講，所以簡單老鄉就俾我講到裡面，大家是咪啲講哦，原來讀體育要按樣嘅一件事情，撒下來要很好多學自己都做嘅東西，然後故事，大家先聊下，你等下就再講。今晡日當歡迎做啲繞場類似挑選嘅議題協會嘅主行中小魚，還有啲挑選國小嘅高中，恁高中咧都兩篇啦，睇過啲小解。哇！我今晡日去到動感堂，就是唔啲講到挑選，其實有一群人做安樣嘅事情，聽錯有，但是唔啲講做到這麼的細緻，而且而且我做兩件事情，我覺得沒有熱情，冇熱情，我覺得很難推動，因為這是一個。我對我來講，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服務的工作，都服務嘅工作哈，你可以不要做啊，對不對？先不管我們的訓練然後簽然後，可是我可以不要做這樣的事情。可是我覺得這有一定的使命感度地度，所以你兩團節目我們先從按都按這樣嘅東西，所以到底我們具體做了些什麼？做兩碼改嘞，做得好好想信上到高中的小改一下，好。那我們其實今天會跟校長一起來到這邊，就是因為其實我們在今年呢做了很多就是老幼共學的一個計劃，這樣子。對，那當然以學校來講，我們會說老少共學啦，對，好，老少共學、老幼共學都可以。對，那因為我們藝期協會本來就是用藝術陪伴長輩，所以我們在藝術的這方面有帶入很多，比如說像植物籃啊，教長輩些怎麼做植物籃，然後教長輩怎麼利用在地的素材，比如說天然的素材去創作在他的作品之中，這樣子。對，那這一次我們就有特別跟校長在今年的大概5、6月的時候呢，有去做跟他們的校服啦，就是畢業的校服這樣子，是在用6年級的畢業班，然後我們讓他們帶領了2班的學生去做像洋蔥籃啊，跟客家的那個籃的部分這樣子，對對對。所以譬如講，你現場做的可能模兒、台兒，做啲係手洗改，要死去那個東西，這真的就是出自他們的手。對，就是這些都是長輩做的，對對。所以其實我都想講吼，學校我來到學校以後，我發展乜個特色吼，因為家有多有植物啦，所以我其實我哋開始是想講，我本來嘅生意呢有乜個可以當好嘅回憶嘛，所以其實我哋講講，作為畢業禮物，對畢業禮物安尼吼，所以我意思講，我其實我哋想講，如果我做校服嘅話。太多嘅時間咩唔啦，所以一到5年生，我都比較去做嘅方巾安尼吼，6年生繼續都做嘅植物來，嗰啲我要希望講，繼續唔單槍仲去體驗，天天可以從頭做到。都米，所以給到達到班級都花6節課嘅時間，從好似洋蔥籃嚟講，係花好，佢可能從一開始由寫到最後嘅早餐，所有表示親身去體驗安尼，我知道講對佢嚟講，也係最後嘅畢業前嘅禮物安尼。生有先歡喜嘛？哦，大家都歡喜，不僅生也歡喜，老師都講，剛好可以做個零件模。因為我看到相片，我知道生意有做，用小欣賞高中基本做，用藍染嘅衫褲，嗰種嘅衫褲真係就係記得有個禮物，給到禮物，畢業禮物。我覺得嗰種真嘅，你想想看他們長大，泰國會唔會？你看下兩三，喺過小嘅時間，我去甲做嘅，對。
但是他用你做嘅时间，迄老人家统计了向下做，嘿，就会就带老人家，跟小朋友去做互动。对，那我们这一次其实主要也很希望是说把这一个植物篮也可以推进到校园。那对，当时就是校长其实也有跟我在讨论说，那我们大概设计什么样的植物篮比较适合？因为其实植物篮有很多种嘛。那这一次我们就特别选到是使用那个洋葱皮篮跟客家兰篮，因为这2项东西对他们来说都是比较容易去取得，然后也比较容易了解说，其实洋葱皮原来它本来是废物的，可以变成再利用的这个部分，让他们觉得很神奇。就是一般来说，我们拿到洋葱皮都是直接变成厨余，我们不会想到说它可以拿来染布这样子。对，所以他们就觉得很神奇，说哇，原来洋葱皮还可以拿来染成布。那我们觉得推动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是因为它也是有一个永续教育的概念，对，它对环境其实也是一种保护，然后让小朋友知道说，原来这个小小的东西就是可以在你身边拿起来，它就可以变成废物再利用这样子。对，对学校来讲的话吼，看到以前可能种100老师去教差不多20-30学生的，而下边咧讲家嘅教练职工也下吼，可能变成40-50个一种长者来教生意的，而且这种过程当中，不管生意的，他可以在过程吼去做老人家互动啦，再者吼，给到变成较多的老师过来吼，给到花样啦、设计的跟的成果啦，就变得较精致安的。算第一届嘛，做你讲提第一班，对，所以一个班上有几个学生？也差不多都20-30表演。嗰种20-30大家都有自家嘅作品出嘛。对。但这就是用经常讲的亲友脱离，非常的聪明，就会讲，其实它不是只是一个。好像公益课程，你大家按容易，就经常讲你这里了解植物，对不对？你动手做，然后我们大家按容易，你了解这是一种永续，对，你看它是一个洋葱皮，大家都挑它当成废物的东西，对。很加重要的事情，也跟老人家互动，对。有没有办法请有意思嘅回馈不？其实我知道讲吼，不管跟刚刚讲的生意做得以后吼，也假如讲还没想去做安尼，慢慢的叫做变成讲，也喺牙学教一种同好的一种传承啦。对像我有的会想吼，其实传承最后的都用安尼陪伴，然后老人家老那生意的陪伴，生意人学习老跟老人家相处之道，所以讲我知道也同好的一点啦。就像我学教包括准备办啲嘅嘅沙旗嘅各种嘅社区嘅才艺嘅表演秀吼，其实我就知道讲吼，以前我就喺生意呢带去表演吼，俾老人家看，摆可以俾老人家吼来表演俾人哋生意看。到暑假吼，而且都做嘛嘅事情，就跟小玉来讲嘿。暑假我们也是会带长辈跟小朋友一起，就是做一些打击乐，对，然后让他们更有机会是可以就是在音乐中间去交流，然后互相去团队合作，然后让他们在世代之间可以更去理解互相。对，在这种欢乐的气氛中，我们也希望把这个是传达出去，是我们现在的那个代间之间的关系其实是比较疏离的。那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活动，可以让他们就是长辈跟小孩子都可以有更近距离的去理解对方这样子。那么一下哦，就说你们已经有第一届的才艺表演活动，有，所以就是真的就会露你看阿公阿婆给表演。对，那他们也花了很多时间学习吼。阿公阿婆真紧，每个礼拜一他们都是至少就是要练习3个钟头，应该是很期待吧？先期待，对，他们很早就是当天表演，他们就超级早，大概6点就起来化妆，对，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化妆师就是 stand by 哦，那个化妆师也是长辈志工，对，就 stand by 开始就开始。等着帮他们化妆，每一个来，一个画，一定要上口红，一定要上腮红这样子，对。然后还有那个就是老师，就是打击乐老师也非常早就来，就说好，先给你们一个就是节拍感这样子，怕说你上台的时候会紧张，对。所以他们其实是非常重视这一次的才艺的这个演出这样子。除了也以外吼，我就想到吼，今年演出啦吼，跟艺术协会都是邀请我的学校的生意咧，吼，来去老人家通下去剪纸啦。嗰時候我都知道講吼，講當好啊，跟人都唱演員神的聲音咧吼，去到同學聽住，咁過程當中啊，我都看到吼，一開始係老人家老聲音同學去學樣去
减脂嘛吼，我相当都迄帮就看到在当神奇的哦，因为生也可能个肌肉无按发达，可能慢慢的细慢慢的减个，跟长者都看到也都个我高级，个慢慢陪佢加油啊样的，讲伊只画面我对他印象都深刻哦，伊只生也讲阿姨安子谁哦，个阿婆都讲吼啊，安叫某人还当叫某人喊个阿姨啦，很香哦，安尼个感觉啊，然后知道就讲，就最美的画面都用了，你讲吼生也老安尼长者的互动那个感觉哦，减脂给他媒介，跟最后没有那种欢乐的一个笑容哦，啊，知道个更重要的世代哈，个社会共荣啦哈，他个空安尼感觉啦。我知道对老人家来讲，记得话吃到很有成就感。对，从嘛哈，我只有去看是含有暗用给加吃，糖起来好像我们觉得好像讲的很负面，呀一个蛮轻悲伤。你讲讲意思一个。每一个人都有其存在一定的价值，那是一定的。可是因为有青岛给肉，你咖啡吃到，爱给他肉嘞，爱推油诶，爱某事情做诶，我觉得人难免的习惯都会有一种不自主嘅想法，被吃到爱黑面抹用。或者说，讲有按有给发通，就吃到爱神发看有意思，而且会。我觉得协助自己对爱用的想法走过一点，比如说，我很有成就感，而且生意公司在把睁眼睛等一下，等一下哦。而且有新种生意也被吃到讲，阿婆你可以给数皱纹很多，你其实我觉得。医生讲，你从小你就要知道，你就要学习按用给互通。对，我觉得对于教育来说是很重要。所以主持人家都讲个书当啾安尼咪吼，记得吼，我都前一阵好搞个行，我都带个幼稚園的生意嚟啊，去社區表演咩？所以我嗰時候一看到，嗰生意真係嚇到，佢看到佢老人家嘅書安尼吼，叫我嚇到，因為佢可能冇安尼生活嘅經驗嘛，吼，所以我咪希望講，喺度係咪做安尼社區吼，比較就有安尼機會到老安尼長者去接觸，叫我知道講吼，也唔係距離哦，相反嚟講，歲月帶來嘅智慧哦，讓我知道安尼係啊，真勁吼，好講到鴉片吼，其實大家有發現嘛？我們看我們有藍染，有太從頭給染蔥嘛，就洋蔥染，而且我覺得你們很棒哎，你的這眼睛張的，因為你們現在這樣的一個高場低度，你們是其實我覺得你們是具體化成為基本上早點變成一種商品哎。你了解哪個意思嗎？以前你就會講，你有興趣你就來做嘛，壓一個工廠做夠後你就帶回家。你看這一壓一個挖給土，可是你們現在是可以變成商品哎，對，這也是我們那時候在做藝術陪伴中間有去思考的一個點，就是我們不希望我們的藝術最後變成美勞作品，對，就是人家帶回去，然後他就丟到垃圾桶了，對。那我們就希望透過我們真的好好的把這些作品精緻化之後，可以讓長輩真的帶回去，或是我們現在跟學校配合，小朋友帶回去，他是真的會去使用這樣子，對。那我們也當然也賦予一些這些商品的故事，像我們那一次帶了5年級的小朋友，那像那個輕鬆輔導就是那個掃把，對，然後我們就是有跟他講說，這個是一個魔法掃把，如果你好好做，你可以成績變好，對，然後寫字變漂亮，對，然後呢，他們就是真的有相信，那就有一個小朋友他。就那時候有跟他分享，因為我們長輩在那邊有一個八公蛤嘛哈，那個伯公廟，它其實是對長輩來說是一個在地的信仰，對，那我們就跟他說，你拿這個輕鬆輔導的掃把，可以去過香爐，過香爐之後成績才會變好。所以他就真的是去過香爐，然後回來還跑來跟我講說，老師，我真的去過香爐了，然後過完，我覺得我下次考試一定成績會變好。真嘅，而家成績有變好冇？我們講過我大家可以講，大家先聊下，你等下就會談嗰隻故事。哇！今日嘅節目邀請到貴小嘅高中呢度兩片，還有議題協會嘅幾項種小於呢度兩片。我覺得基本嘅討論嘅題目其實非常嘅重要。
公益类是系讲哇，我们做了7、5年嘛，买东西，其实后背个意义就系大嘅。好，你上台节目有讲到，譬如讲我现场有俩体内样嘅松果，从毛你看，可以说是好像垃圾嘅概念个，其实唔系哦。你看松枝，从毛唔怪你做你做到冻酱嘅手把，而且用魔法哦。至于刚才通学嘅讲口有进步吗？你节目应该节目结束过后，你将高中转移对重一下。功课有没有一定进步？我觉得不是最重要。其实我们是要看这个魔法扫把有没有继续有魔力哈。不过讲大家听说学校地图有非松奖嘅数额什么？对，大汉国小有15条百年那个琉球松给100年给当选过全台最美的校树所以也很多年给承载着当多不管毕业校友还有亚些人当多的欢笑啦，包括还当多的记忆啦。所以其实我看到除了松针当然叫做做以外，就讲除了个松果以外，跟松针有乜个办法可以做乜嘅么？所以然之后有后续的各种的发展所以基本上对香港的吃都讲就。应该从环境教育看15条按讲的书从一种各种废气为化气、废气为宝的一种观念来做一种永续的一种概念。所以我想讲，係咪一樣嘅做呢？都前面一起嘅執行長來講嘛。有做都變容易係嗎？係啊，就做到跟像那個有沒有給它取一個名字叫做輕鬆福道這樣子，就是把那個福氣掃進來，把霉氣掃出去這樣子。對，霉氣掃出去。沒錯，所以未來其實也都我們先簡單講一下，其實我們也有一個彩川嘅品牌，係你係冇很多嘅 retail 啦，迄講一步一步來係有很多嘅 retail 嘅世界，未來我們都希望這個就是可以變成販售的商品，從毛我就吃到很有意義嘅。唔過講到亞太，就會知道，這個這杭州可以按黑烏上唔過做亞嘅事情做到按多年，其實我亞啲當時嗰種準備做按嘅事情嘅起心動念，其實同阿公有關係。就是愛求拜，就是阿公懂香啊，對，就是以前我們可能國小的時候，然後常常忘東忘西沒有帶東西，阿公就會本來1塊錢，然後是說會打電話本啊，冇帶到東西你就打本啊。發動係說一條就你買，可以買什麼東西？原來可以打電話，因為條班沒有給那個。電話嘛，就要投1塊錢進去才可以打的這種按的電話。然後呢，我阿公就會跟我說，你的國語課本沒有帶，你的那個毛筆沒有帶，或是硯台沒有帶，你就是可以打電話叫我幫你送。對，你就會寄給我都拜過了，送給我。對，然後我就覺得說，可是我跟阿公之間的感情其實是很深厚的，在小時候。那當時就是回來台灣之後。就是陪伴阿公的時間就是很少，因為一直以來，小時候跟他一起成長，我覺得我們的時間相處的是很多。可是到了長大之後，我們就去外地求學，然後去外地工作，回來時間很少。那當我就是回來投份發展的時候，然後就發現說，我好像陪阿公的時間變少了。然後沒有想到我回來就是生完我兒子之後，然後阿公就離開了。對，這件事情讓我覺得。就是有點小小的遺憾，所以我就覺得說，我不太希望說我這些長輩他是在那個臥床的時候去離開，因為當時我阿公他是臥床離開，那我希望把這樣子對我阿公的就是遺憾，然後可以帶給我們現在就是服務的這2個據點的長輩，就是可以告訴他們說，其實你們要常常出來走動，那這樣子你才有機會就是保持你的身心健康，然後才不會失能這樣子。對對對。哇，我覺得我知道臥床真年輕辛苦。對。不過你這個事情就像你期待當。係按鈕嘅方式，不過你永遠都不會知道。不過我可以理解小魚的按鈕嘅講述，所以係講而家係老人家，我做一啲按鈕嘅時間地度，做啲做對切家，我是都會快樂嘅事情。我所以下嘅社會真係按鈕你心情好輕重要，快樂輕重要。不過心情好也係快樂，當然是自己去創造的。我意思唔係講乜嘅太流啊、太差誒，就會像小魚講按鈕嘅事情。我想按鈕聽了真的是覺得很感動。不過呢件事情對於校長也有很大的影響，從冇。冇錯，因為有啲人知道講以前唐人講啦，有啲老人家會知道講。
我老的有嘛用咯。OK， 所以我都会想讲，其实唔止呀，像关怀据点去做的吼，如果像比如说问安啦，吼，吃饭啦等等。也不单枪只是一个陪伴的照顾的部分啦，更多的比较希望讲我被需要的价值感。所以我讲一般我一起合作，跟他我就看到一只长者为师啊，讲一只点动好呢，伊就可以有办法来他实践嘛。佢慢慢的我们对象吼，你看，也我都超过50、60岁呀，好，我会知道讲我们会变老，30年都会变老，但我就老的过程当中，我可以先看到自己有那个需求嘛，有可能啊，可以撒起的包哈，除了被照顾以外，还可以可以去奉献啊，这个能力哈。别人讲一种还是有被需要的一种价值感，所以我要慢慢的一方面老起来讲，我要来做呀，不单还有一种意义的事情，本来那些年的老长者一种互动，更重要的我这个自我的检视哈。我知道讲，下摆我可以一条路来做，所以我们知道讲，下摆有按你给费用，我讲真的。当欢喜啊！好，对，你看高中讲到轻强手，不过意思是一个，你知道预先做准备，对，也非常重要。你看你漏一定要做准备，你压就会想到压件事情。对，而且大家会抵哦，你喺沙飛唔起碼嘅東西都意思4年嘅，所以講啊，我以後攞嘅4年用。錯，對我來講，我想嘛，一來就是你可能有本4年嘅負擔。對，好，我知道。他会不会帮你一件事情？如果你压中那些雄构，以后我要依赖这个孩子，对，然后再来就是你依赖他，其实也是给他很大的压力，对，而且我还知道快乐的事情，黑公你做的气嘎这呼气嘎，对，其实那才是你会更快乐，对，不代表你有一个很棒的依赖，当然很好，对，如果你知道那种快乐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完全就是实现自我价值，完全而且我知道很有人可能比如说我一早顺去到嘅地方，我可以来运动，运动以後講我身體健康了，咁慢慢的學我就學嘅就會學一個，慢慢的我要學到才藝了，活到老學到老。所以你打電話來就我親無限嘅，冇來炒飯，冇來炒飯喺度無限咧，嗰下子嗬，馬上拉麵一打開來嗬，預防失智嗬，動腦好誒，所以我慢慢的知道講，也當有意義嘅事情，就像美麗軒也一直在推廣安尼據點哦，都希望講，本來所有的老人家哈，可以讓我哋可以在地養安老以外哈，可以在地快樂，好，過來一路慢慢的變得講，也可以作為變得講世代共榮，而是說要比安尼更前進一個部分安尼。你看提前之前預防的意思就會講。你先知道自己的需求，我覺得你有你的需求很嘛，你一下就先想好。青少年我們那時候最容易探討的問題，除非講嘅問題是講你要自我探索，你長大之後做什麼？青少年嘅構成嘅暗用，唔過一下中老年慢慢就是我先探索我老嘅需求嘅嘛，一下就先準備。我做對父母，我就父母，唔過以後也會有我的需求，需求。我剛才講剛才有點客家話嘛，需求，相互幫忙就按用的。不過追每，我知道有一件事情我特別來講一下，因為他弄引發嘅沙飛其實有很多的獨居老人，他家都低，唐4-5年的，他家都未講。不過我知道戶籍的問題。對，因為青島嘅好省年啲嘅條款，嘅戶籍啲嘅條款，唔講佢哋喺台北做事，其他嘅地方做事，對大家來講，大家唔會自己係獨居老人。對，沒有錯。錯嗎？對，我們就是有在去訪視、家庭訪視跟電話問安的時候，其實有發現到像這樣子的問題，就是我們就是他稱為偽獨居，因為他的小朋友的戶籍或是他孩子的戶籍是在跟他們就是對放一起，可是呢，其實際上他是一個人生活在那一個家庭家裡這樣子，對。然後呢，我們常常其實有發現，其實他也蠻需要協助的，因為他的心靈其實也很孤獨，因為沒有人陪他聊天，對。那他可能3餐也不太定時這樣子，對。所以我們就會盡量鼓勵像這樣子的長輩，偽獨居的長輩走到我們社區，然後跟大家認識。那的確，我們社區也真的蠻多位像這樣子的長輩，對。可是我發現他進來之後有變開心，就像校長講的，來到社區變開心，因為發現他的情緒有一個出口了，對。然後發現說，我其實專注在我這些課程活動中，
我不会一直觉得自己很孤单，我不会觉得说，我好像没有价值了这样。对，也没啊，同样来讲哈，为什么要办社区才艺这个节目的方法？一方面可能据点冇咁多能量，可能係做日哈，佢本睇人來看，甚至講看呢家種慢慢的發現有一據點呢，然後就了解嘅時候講當好呢，記得拜潘太以後哈，給沙琪嘅執行嘅總幹事啦講幾發，明年啊一開始啊鐵集節目，大家跳，然後講動針掉呢，然後個好啊，好，因為先快樂，七家先快樂，好，拼音怎麼真的相處到快樂，拼音也快樂，對，好，我是基本嘅繞場嘅小姨，然後搞咗呢度兩片係沒有起到訊波動態，吼，其實大家是會起到，其實七家係快樂，拼音就會快樂，所以像小姨講，啱會起到，你起到改編會起到，其實當攏係強融感應，你聽下做咧做。本期家做啲快樂嘅事情，故作基本嘅情感下欣賞同高中嚟到鴉片，希望伊嘛嘅性格發通吼，接落嚟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嘅。好，所以嘅鄉親朋友，所以像先生講嘅，你有啲快樂，唔過先你做認同了。繞場大家來到福氣來嚟嘅民俗慶祝，還有聽日客家電視 YouTube 頻道，還有老兩個樣片慶祝分享出去俾大家哦。